Hello，各位好，我係 Lemmy。未睇影片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我嘅 YouTube 頻道，訂閱、按讚同埋分享。嚟緊一有筍盤，即刻送上，多謝晒大家。繼續參觀一個月綠嘅23樓 A 室。咁呢個23樓咧比較特別啲，就單位咧少咗一伙。咁其實呢個單位咧就 L 窗採光面極高，樓層亦都夠高啦。因為房間咧，大家睇到咧，其實比起樓下嘅單位咧，呢個288尺嘅一房咧係大好多嘅。望翻個景觀咧，都係高山劇場，一個好開揚嘅公園景啊。咁啊，離遠咧就嗰邊就係望獅子山啦。咁其實呢度咧，其實個樓宇高度咧，因為地勢都高咗，比起隔離附近啲樓咧都高啲嘅。咁大家見到咧，其實我哋喺冇開即係呢個 L 大窗嘅採光度咧，都好充足嘅。咁客廳嚟講咧，大家見到咧，其實除咗露台之外，呢邊亦都有採光，呢邊亦都有採光。咁其實呢邊咧，仲有好處就係話咧，可以望到向東嘅日出海啊！嗰邊咧就係海逸豪園啦，啊，跟住咧就睇岸啦。咁呢邊嚟講咧，又附送咗少少嘅海景啦。咁現場睇落去咧，其實都感覺到好遠嘅，亦都會望到郵輪碼頭嗰邊，唔係體育園嗰邊啊，體育園呢個體育園。咁啊，長灣啦，港島灣。咁啊，冠山苑，咁呢個一房咧就288尺，基本配套咧全部都係有齊晒㗎。咁其實同埋名次嘅設計啦，咁而家新樓嚟講咧亦都係好少有嘅。咁門口咧亦都有一個位置咧，就係擺咗個雪櫃啦，呢啲廚房嘅一啲設施。咁啊，空間感好闊落嘅感覺，光猛。咁啊，景觀亦都好新得開揚。呢個月綠23樓288尺嘅一房單位。